因某某力恐，怎算英雄？世上誰亦能情威風，半秒鐘，不必舉世轟動，不必朝野爭鋒，不要喝彩起哄，付出一切將目標準確命中，更偉大成功。真正力量，在你心中，你是你偶像，靠你心裏力量，沒有給將佢為你頒獎，仍然值得敬仰，亦無需改變立場。威風只因某某力恐，怎算英雄？世上誰亦能情威風，半秒鐘，不必舉世轟動，不必朝野爭鋒，不要喝彩起哄，付出一切將目標準確命中，更偉大成功。靠你真正力量，在你心中，你是你偶像，靠你心裏力量，沒有給將佢為你頒獎，仍然值得敬仰，亦無需改變立場。在你心中，你是你偶像，靠你心裏力量，沒有給將佢為你頒獎，靠你心裏力量，在你心中，你是你偶像，靠你心裏力量，沒有給將佢為你頒獎。